好啦，呢、個就係我哋詠春嘅第一套套路啦，即係叫做叫你哋翻屋企學 ABC 寫英文字母，由 A 字識學識為止啦。中間每一個手法都係我哋嘅詠春嘅最基本嘅手法，分別有攤手、端手同埋護手，同埋呢個伏手。係啦，跟得幾好啊，繼續。係啦，冇錯，非常好啊！哇，好叻喎，個小朋友都犀利喎，好似食過夜粥咁喎，非常厲害啊！第一次都跟到似模似樣咯，個都係啦，集中精神就得㗎啦，望住哥哥，跟住佢打就得啦，其他人睇住得啦。放鬆手，雙伏手、雙標指、雙滿手、彈手、收、側掌、鏟冷爬，另一邊側掌、打，係啊，非常好啊，差唔多啦，繼續努力。掛手係啦，摁掌啦，晃手咯喎，又嚟翻呢個，跟住晃掌手、晃手、晃掌手、圈手、收拳，好，呢個係甩手技嚟嘅，好扯拳 ，pass，好收，好。